艺术歌曲，是，这叫艺术歌啊。3月里来，桃花儿红，杏花儿白，水仙花儿开。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一开，芳马一对儿一哟嘿。你要去，好久就到杏花村。二话不说，急转弯出招吧。是我先来，我先考你，你先来啊。好，这个有一个很色的国王啊，很色的国王，他想娶100个这个老婆。结果这个宰相，他身边的宰相听到之后，就赶快觐见国王。说国王，千万不得。说了一句话。结果后来这个国王想一想，就不要了，就放弃这个妄想。说了哪一句话？说了哪一句话呢？这个宰相，这个您这个保重身体啊！几把啊，也细节的是，这是有干单啊，错了。这个犀牛角太少了啊？什么叫犀牛角？就是你别播。正讲你做红嘛是买无得，这油是，包邮片少少呀，无法度呀。错，金苍蝇太难抓。这来错了啊，不是啊，啥都唔对啊，对不对？假无民主。我跟你讲，这款的问到我这宰相，那我那有可能啊？到底什么意思呢？宰相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话？他说：“国王，小心，铁杵磨成绣花针。”这话什么？该你了，给我出题了。好，这个人死了，为什么会冰冷的？就放在殡仪馆里面，怎么不会冷？太平间里面啊。那你说那个是不一样，这题错。那对啊，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死掉了，就不会发烫了。血液不流动。对，错，哪那么简单？错，这还有一个机会的。喷凉水嘛。用水洗过就冷了。对，哪里有？这是脑筋，这是不是啊？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死了，心静自然凉。心脏停止，自然就凉。不欢乐，再有这个了。来，再开始讲笑话。是，重头戏来了。说是有一个村庄里面这个村庄里面的女人都喜欢偷情。那可是偷情，好歹这也不好意思讲啊。但是妇女们又喜欢聊天，那怎么办呢？就通通用另外一个名词来代替，叫做跌倒。就是阿友啊，你怎么有拔豆吧？哇，拔豆能拜啊！阿辉，你拔豆比我3拜了，都喜欢偷情。可是就像这样，这个村庄里自然就变成一种流行那么有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点罪恶感了。村庄有个教堂，就去找这个牧师常常去这个告解一下，忏悔。常常这样，这个牧师我最近又跌倒几次就这样。结果呢，就这样用这种方式牧师也了解。后来久久这个牧师调走了，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新的牧师来也搞不清楚。结果很多这个妇女也跑来就是哇人哇在跟谁盖供，还是照他们的习惯。神父我最近又跌倒好几次才没跑到5拜那一地供。哇，奇怪，这牧师听了就摸不着头脑。这个村庄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多人跌倒呢？就跑出去看看这里的街道路面是不是不平的？确实也是不太理想。就跑去告诉这个村长。村长，你们这里的村民，尤其妇女，常常都跌倒。这个一定是路面不好，您要把他们修好，这样。这村长一听村长也了解这个。好了，我们经费不足了您这个很热心这个一有的经费我们就把路面弄好您放心，您回去这个常常结果从此交代以后还是继续对人来说我跌倒多少次这个神父这个牧师跑出去一看，路面还是依然如旧，怎么没有修呢？就又去跑去找村长。村长，我不是跟你讲好几次吗？对呀，这是妇女常常跌倒。这个跌倒，您这个人说你心不在乎别人也就算了，对不对？村长夫人昨天还来跟我讲，跌倒了5、6次。
哎呦，你要替你太太着想。是。哎呀，喜欢这个呢哈，这种话也流行的也蛮多的。是啊，有的自己家里还发明一种。哎呦，小孩子很多小孩子长大了。哦，夫妻两个要今晚有一点修揪。这个也是要讲的，让孩子听不懂。是。有的人说擦崩了。我们来去洗衣服。洗衣服也有。哎，是。还有干杯，你没听过？干杯啊！还有夫妻，有的夫妻俩大戏啊，跟父母住在一起。新妇公他太太讲媳妇儿就是新妇，说有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谁叫我们家里穷呢？是。如果要跟这个两个要相好的时候，不能当着爸爸妈妈面前讲，我们就说来房间干一杯好了。哦，现在正好流行这个歌嘛，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对，我们也搞不清楚。都叫台湾人就是这样决定两个。这样，从此常常去干杯啊！是。干着，他父母觉得很奇怪，这囡仔利息啊，有当时中到，有当7、8点的时阵，有当时半暝听到在干杯，哎呦，你会伤肝你知道？就是干什么杯那个看麦的，日本时的房，肚子开个看。哎呦，两个夫妻很要求啊，就少年人都讲这个我在干杯了，说了，老的，咱嘛就给我干杯了。